我真的很怕，万一我们的身份暴露，又要颠沛流离的逃亡。小倩，是我考虑不周全，但你放心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再也不滥用法术了。陶金哥，我能理解，一时要你像凡人一样生活，肯定不习惯。其实我每次看你下地干活，我都很心疼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，一定可以做到。你说的没错，只要我陶静想做的事，一定能做到。小倩，我一定为了我们的将来而努力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别说做凡人，就算是畜生，我也不怕。我可不想陪你一起做畜生。燕道长，穷乡僻壤的没有什么好茶，你就凑合着解解渴吧。谢谢，燕道长，你远道而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喝杯茶水吧？既然你先开口问了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小倩，你是不是因为答应了和他远走高飞，他才恳求宁采臣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和小倩本来就是青梅竹马、两情相悦的，只是小倩不想欠宁采臣的人情，才让我救出那小子。现在他们俩已经互不拖欠，小倩才能安心的和我长相厮守。好吧，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就这么离开黑风寨，就不怕触怒黑风吗？为了小倩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糊涂！你这样做是害了小倩。你想想，你的举动，在黑风眼中无异于背叛。对背叛自己的人，黑风又怎么会善罢甘休？到时候，不仅是你性命难保，就算是小倩，她也会牵连在内。陶金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真是为小倩好的话，我劝你赶紧回黑风寨，也许还能蒙混过关。休想！我陶静既然走出这一步，就绝不会回头。如果师父真的不肯放过我，我拼死也会保护小倩的周全。这一点，请道长尽可放心。陶金哥，村长召集大家开会了，快点都出来了！难道村里出事了？小倩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尔等村民听令，限尔等3日之内交出粮食100担，美女10名，逾期不交者，屠村；胆敢报官者，屠村。小山匪首字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村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听说萧山的土匪个个心狠手辣，他们说到做到啊！就是啊，听说前不久他们刚刚洗劫了陈庄，当真是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对啊，太可怕了，这怎么办呀？村长，要不我们就按照他们说的办吧。我们哪来那么多粮食啊？就是有，可那10名美女怎么办？谁愿意把自家的黄花大闺女送到土匪窝里去啊？是啊，就是啊，这怎么办呀？那也不行，又没有那么多的粮食，他们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活不下去，这怎么？啊，是啊，村长，请听在下一言：所有的土匪都是贪得无厌的。你今天给他100担粮食，日后他要1000担万担，长此以往，整个村子将不得安宁。与其每天提心吊胆的，还不如一次性把他们解决。
以除后患。陶兄弟的意思是，村长，我的意思是，土匪也是人，他们没有三头六臂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能保住村庄的安全。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，我相信他们也不敢来骚扰我们。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他们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呀，我们怎么能打得过他们呢？你没打，怎么会知道打不过呢？哼，我一看你啊，就是一副书生模样，连锄头都拿不住，还敢在这儿跟我们大言不惭地说打土匪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哪点像文弱书生了？各位，我相公说的没有错，一味的忍让，只会助长土匪的气焰，反击才是生存之道。我家相公没有什么本事，倒是从小读了不少兵书，我相信他可以帮助大家打退土匪。请大家相信他，也相信自己，好吗？小倩说得对。各位，我是玄中观燕赤霞，今天路经此地，愿为各位尽绵薄之力。村长，生死存亡都在你一念之间。他奶奶的，与其做缩头乌龟，不如干脆拼一拼。对，我们辛辛苦苦播种收割，不能白白送给这些土匪，我们跟他们拼了！说得对，都欺负到我们门口了，我们谁不拼命就是王八蛋！对，拼了！哎，好，那老夫就相信你们一次。一个人都没有啊！兄弟们，我们一鼓作气，杀进去，抢他个片甲不留！冲啊！大哥，你摔了吧？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女人，大哥，哪有女人？女人呢？大哥，女人还很漂亮啊！哥，给我抢过来！走啊，快呀！快走！在屋里，给我抢！那边。好了，今天姑且放过你们。如果你们不服，可以改日再来。
我一定奉陪到底。小的不敢了，小的不敢了！都给我滚！谢大人饶命，谢大人饶命啊！快点！彩晨大哥，月容跟你洗洗脚吧。月容姑娘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，无论如何都不行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只知道，我杜月容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生是你宁家的人，死是你宁家的鬼。我宁采臣无德无能，不值得月容姑娘对我这么好。因为你也知道，我的心里面只有聂小倩一个人，我对你只是兄妹情谊。我知道，你爱的只有聂小倩。我不敢奢望你现在就喜欢上我。不过，京城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我相信彩晨大哥不是铁石心肠之人，只要给月容时间，总有一天你会接纳我的。不可能，我今生今世只爱聂小倩一个人，不是生生世世都只爱她一个人。可是聂小倩她已经走了呀，你现在为难的、折磨的只有你自己而已，她根本就不会知道。可是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呀，彩晨大哥。月容姑娘，对不起，如果你非要坚持跟着我，除了眼泪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你还是走吧。娘，你放心吧，姐姐她从小就很机灵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可是，你舅舅找了这么多天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舅舅找不到，不就证明黑风寨也找不到吗？这是好消息啊，你就别多想了啊。好了，娘，你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我给你抓点药去啊。这些还有这个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各位兄弟，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是希望大家帮个忙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前些日子聂夫人家的聂小倩姑娘，因为到黑风寨营救宁采臣而不幸失踪了。失踪了？怎么会这样？跟小倩姑娘一起失踪的还有一位叫陶进。陶进了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，是希望各位兄弟用手中的关系去打听一下二位的下落，望各位兄弟多多帮忙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各位兄弟，事关重大，你们都是各村寨的头领，行事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千万不能惊扰了黑风寨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能暴露你们罗刹镇的身份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就让严姑娘跟大家说一下情况。主人，血魔派出大量妖怪，看来是有行动了。很好，继续监视。好的，小环明白。
臣大哥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月容姑娘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是要去找小倩。手艺，你去叫人把我捆回去也好，或者你到我娘跟前去告我状也行。嘘，你小点声。既然你一定要走，我强留也没有意思。可是，你不为我着想，难道也不为娘着想吗？你身上还有伤，这样一走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留下娘一个人怎么办？我自己会小心的。可是我不放心，如果你坚持要走，那就带我一起走吧。我杜月容不是没有廉耻的女人，跟着你不过是担心你，怕你出危险。另外，我也想见见小倩，毕竟姐妹一场，我希望她平安无事。你就答应我吧，带我一起走好吗？这……你是怕小倩见到我会生你的气吗？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答应我，让我跟你一起走，我可以不要妻子的名分，只做你的妹妹，好吗？啊，陶公子，陶公子，你们好。陶公子，陶公子，好。陶公子，陶公子，你们好。他们怎么对我们这么好？陶弟兄弟，这是我自家地里产的瓜果，你拿着带回去尝尝。陶大哥，这是我早晨刚打来的鱼，新鲜着呢，拿回去下酒啊。这些东西我们不能要。谢谢这位大哥，你们的东西还要卖钱度日，我们万万不能要。对，我娘子说的对，这些东西不能要。别客气啊你，太见外了，陶弟兄弟，要不是你挺身而出，带着大家打土匪，哪会有我们现在的幸福村呢？就是啊，说起来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这辈子都还不了。一点瓜果鱼虾算啥？大伙说是不是？是，你有没有大恩呢？各位乡亲父老，赶走土匪也不是我陶进一个人的功劳，也是靠大家团结一心的结果。这些东西我们心领了，但是我们万万不能要。是。陶进兄弟果然是个大英雄啊！为了我们幸福村出了那么大的力，却如此谦虚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陶进是咱们村的大英雄，大英雄，大英雄，大英雄！小倩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打算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了呢？这样很好啊，我很快乐。你要是真快乐，我也就不担心了。可是你这个样子，宁采臣也是这个样子，你们两个谁都放不下谁，不如……燕道长，请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再和宁采臣有任何瓜葛。我要幸福的和陶进厮守到老。陶进他不是傻瓜，你是真快乐假快乐，难道他看不出来吗？小倩，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，你和他一起生活只是勉强应付，你心里面到底想的是谁，你自己最清楚。燕道长，小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。幸福村平静祥和，我想这里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可是以前的那些日子，小倩厌倦了，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在这里终了一生。况且陶静很爱我，他会一直照顾我，这样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
就是因为陶晋救了宁采臣，所以你拿你一生的幸福来做交易是吧？燕道长，感情这个东西，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你这样做只会害了3个人。你应该顺从你自己心里真正所想，回到你爱的人身边，好吗？小倩，你好好想想吧。燕道长，你想的太多了。其实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太阳糊了。干完活啊，我让家里的给大家做好吃的啊！哎，好，别走啊！道长，你看这里的百姓多么容易满足。圣人不是有句话吗？知足者常乐。我和小倩之所以选择此处隐居，就是看中了此地民风淳朴，百姓人性善良，不像以前的日子打打杀杀。比起来，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人间仙境。陶晋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说？好，道长果然是快人快语。那我陶晋就实话实说了。我和小妾放弃一切，远走他乡，实属不易。只想过我们自己新的生活，不想被往事牵绊。可是希望道长成全。我们已经融进了现在的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我们现在只是2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已，不想卷入任何血雨腥风之中。道长，你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。那道长，下一步如何打算？我来这里有一段时间了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来处理，是时候该离开了。那陶晋就不强留了。祝道长一路顺风。娘子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小倩妹子受累了，来，让我抱吧。啊，好，慢走啊。来，赶紧搬进来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是大家送给我们的，布置院子用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挺好看的。陶晋兄弟啊，你看这放哪合适啊？奇怪，娘子，燕道长怎么没这有回来？东西放哪比较合适啊？娘子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些盆栽放哪里啊？哦，就那儿吧。哦，我娘子说了，放那儿。真没想到，我们2个人死里逃生，大难不死，竟然能落到这么一个世外桃源里。是啊，这里没有欺骗，没有杀戮，更没有狐族和黑风的血海深仇。这段日子只想着照顾你，心里反而非常的平静。如果能够留在这个地方该多好啊！
玉，严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燕大哥，我们刚刚得到信报，说罗刹镇的兄弟被杀，所以我赶过来看一下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从尸体上的勒痕来看，我可以肯定，这是黑风寨树妖所为。没错，一定是。燕大哥，你说黑风他是不是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，开始对罗刹镇进行报复呢？不好说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对了，我已经找到小倩和陶静的下落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我们赶紧回去报告血魔大哥。好，走。公子夫人到了，这里是你们的房间，三位先休息一下，小的马上把洗脸水打来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可能误会了，这位不是小生的娘子，她是小生的妹妹，所以麻烦你还得多开一间。哦，那姑娘跟小的来吧。这位不是小生的娘子，她是小生的妹妹，所以麻烦你还得多开一间。月容啊，对于男人，应该耍点手段。只要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今后再为他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只要有了孩子，这个家也就完整了。彩晨大哥也能够尽早收心，不会胡思乱想了。菜来了，谢谢请慢用。彩晨大哥，多吃点儿。怎么点这么多菜？补充体力嘛。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赶路了，所以一定要多吃点儿。对啊，对啊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派出兔精寻访小倩的下落，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他们的。是吗？彩晨大哥，来，月容敬你，祝你和小倩有情人早日相见，也祝咱们兄妹的友谊永远存在。干！多谢月容姑娘，干！哎，书呆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也来了。燕道长，雨生姑娘。哎，来给你快。你查到小倩姑娘和陶静的消息了吗？哦，彩晨兄弟也在这儿啊！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燕道长，你是已经打听到小倩的下落了吗？宁公子，你冷静点。我对不起你，我还没有找到小倩。不可能的，你一定知道的。你快告诉我，要不然我会死不瞑目的。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呀。燕道长，请你发发慈悲吧。宁公子，我起来啊！大木头，哎，其实我还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走，过来，过来，走。你拉我干什么呀？喂，大木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书呆子事实真相？你看他多可怜呐，憔悴的就剩一把骨头了。你没看到吗？月容姑娘一直在宁采臣的身边，而小倩也选择了陶静。他们的孽缘，如果再纠缠下去的话，那是害人害己，没什么好处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月容姑娘对宁采臣是一往情深，而小倩也决定跟宁采臣再没有任何的勾连。这样一来，还不如顺理成章撮合他们这两对，有何不可？你绕来绕去都把我给绕晕了。哎，你刚才说成全谁和谁？宁采臣和杜月容，陶静和小倩。大木头，你真把自己当成月老了？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喝多了？
开始乱点鸳鸯谱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还是心存私心，你想活活拆散他们两个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你喜欢聂小倩呀，而聂小倩呢，只喜欢宁采臣一个人。你看见他们两个相亲相爱，就因爱生恨，你心里不舒服。哈，原来你燕赤霞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不希望宁采臣得到。我现在才发现，燕赤霞，你原来是个这么自私的人呐！我自私？你说话经不经大脑啊？陶晋他是什么人？宁采臣是什么人？他只是一个书生，他凭什么跟人家争啊？就算是宁采臣找到了小倩又怎么样？小倩根本不会离开陶晋的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找到小倩了，但是并没有说服她跟你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我，哼，你带不回来小倩，并不代表宁采臣他带不回来小倩。现在瞎子都能看出来，宁采臣对小倩那是真心真意的思念。我相信小倩，她一定会感动的。如果小倩见到宁采臣去找她，说不定她就会跟宁采臣回来。燕赤霞，你不是宁采臣，你也不是聂小倩，你没有权利剥夺他们自己选择的机会。好，你不打算告诉他真相是吗？那我去告诉他。站住！你真想看着宁采臣去送死是吗？送死？此话怎讲？陶晋是黑风老妖的大弟子，武功高强，心思难以捉摸。他之所以肯帮助我们，那是看在小倩的份上。你以为跟你有亲呐？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容忍我，并不代表宁采臣可以把小倩带回来。严羽生，你和我跟陶晋交过手，他的实力有多强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等宁采臣找到聂小倩的时候，那就是他的死期。小四儿，哦，我觉得燕道长他应该知道小倩的下落，可是他故意在瞒着我。有可能。那会不会是小倩她有什么危险呢？有可能。哎，不，没可能。如果说小倩姑娘要是有危险，燕道长肯定会留下来帮助她。既然燕道长安全回来了，证明小倩也是安全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燕道长问问清楚。哎，少爷，干嘛？既然燕道长有心瞒你，他肯定不会告诉你小倩的下落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不如我们采取跟踪的方式。跟踪？对呀，跟踪啊，跟踪燕道长的行踪，就一定能找到小倩的下落。你还记得吗？小倩姑娘一出问题的时候，燕道长肯定会及时赶到的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小四儿啊，不错，变聪明了。谢谢少爷夸奖。哎，少爷，小四儿不是一直很聪明吗？谁啊？客官，你的酒菜来了。哎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订菜啊。没错，是我订的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什么意思啊？燕大哥，把门关上吧。这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这样子不太合适吧？燕大哥说笑了，我这次来是有事商量。我和你之间有什么可商量的？小倩和陶静现在在一起，对吗？燕大哥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知道小倩现在是否安全。毕竟姐妹一场，即使有了不快，
我也希望他过得无忧无虑。没错，他们两人确实在一起，而且过得也很好。小倩一直是这样，身边的男人没有不对她死心塌地的。陶静这样，宁采臣这样，燕大哥你也这样，我真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好？到底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？月容姑娘，你喝醉了吧？我没有醉，只是心里太清楚了。因为太清楚，所以很痛苦。你别再喝了。酒是个好东西呀，一醉解千愁。燕大哥，一起喝吧。月容姑娘，你再耐心点儿。小倩已经决定离开了，再过一段时间，宁公子一定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小倩走了，宁采臣的心也跟着走了。我整天守着一个躯壳有什么用呢？燕大哥，你告诉我，宁小倩现在在哪里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还能干什么？卑微的祈求宁采臣能接受我这个妻子。月容姑娘，燕大哥，你知道吗？自从小倩离开以后，宁采臣就魂不守舍，每天如同行尸走肉。我看了心里难过极了。既然你说小倩和陶晶过得很好，那就该让宁采臣亲眼去看一看。这样一来，或许他对小倩就会死心，也许就能跟我回去好好过日子呢。燕大哥，我这是为宁采臣着想。我真不希望他为了小倩放弃亲情，耽误了功名。宁家几代单传，他娘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，指望他光大宁氏一脉。燕大哥，月容姑娘，我求求你，可怜可怜我，还有我婆婆。如果宁采臣毁了，我们也完了。燕大哥，你先起来，我告诉你就是了。啊！谢谢燕大哥。谁啊？采臣大哥，是我。月容。哦，我们都已经睡下了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那好吧，我有了小倩的消息，以为你着急知道，所以……什么消息？哎，陶健，你这是想做什么去啊？大家都帮我种好几天地了，我总这么坐着不太好吧？哎，以后啊，你就天天坐着。为什么？兄弟，你现在可是我们幸福村的大英雄、大恩人呐！以后啊，像地里的粗活，全都交给弟兄们来做，你坐着就行了。你们也太客气了吧？小事而已，用得着这样吗？哎，陶静兄弟，这个可是我们大家的一片心意，你就听我的话做着吧，要不然我们心里会过意不去的。这相公，这多不好意思。
吃饭了。快来，休息一会儿吧，先吃点饭。陶进兄弟，我做了最拿手的粉蒸肉，你尝尝，可生烤。嫂子，你们对陶静也太好了吧？陶静愧不敢当啊！陶静兄弟，你要再这么客气的话，我们可就要生气了啊！陶静哥，就不要推辞这番好心了。那好吧，嫂子，我就尝尝你的手艺吧。啊，陶静哥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你说。嫂子约我下午一起去集市卖鸡，你看可以吗？行啊，但早去早回啊。喂！你们有没有发现聂采臣啊？宁公子不见了。是啊，我到他们客房去找他，可是伙计说昨天晚上就不见了。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吧？我得去找他们。别找了，他们应该是在去找小倩的路上了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我告诉月容的。